呢把就係聲稱全球第一把 3D 手槍，日前喺德州一個靶場試射，睇落好似幾成功。3D 手槍用3D 立體打印機繪製原型，然後製造，外形十足玩具，但能夠發射真子彈。成把槍除咗撞針係金屬外，其餘物料就只係樹枝同埋塑膠。發明把手槍嘅係個叫威爾森嘅25歲大學生，佢係一個槍械組織嘅成員。威爾森話：3D 手槍花咗1年時間研發，佢堅持民眾可以自由選擇擁有槍械，而唔係由政客決定。德州當局已經批准威爾森合法擁有同埋銷售 3D 手槍。由於 3D 手槍能夠輕鬆避過金屬探測器，隨即引發安全爭議。有議員擔心 3D 手槍面世會加劇美國嘅槍械暴力。Causes real problems. It would allow felons, it would allow even terrorists to not even leave the confines of their home and make a very deadly and dangerous gun. 3D 手槍目前唔受全國槍械法嘅管制，有眾議員已經向國會提出修訂議案，要求華府立法禁止 3D 手槍流通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漢文報道。